无你到尾是无得嘛无失，无来嘛无去。系啊，系啊。你感觉你有一件你这心咧讲的咧，若是突然有一件，你讲我要成就啥物话？我要上王宇更较好个，你会感觉讲有哪色心，会感觉讲对啊，我要上王宇好个，唔得对。我问你啦，你就突然这屋子的你啊，你是要成就啥物呢？所以有时候你，我有时候有时想，都歹讲解释就对。你即摆听咱人边环境人感觉讲地位咧甲咱教，你就爱先修啊，你就爱安怎啊才对。我才会唱教咧，这屋子都我啊，我是要成就啥物？得起了起，这屋子都屋子就是事业啦，就是我的事业，我要做什么事？嘛无互我顾的人咧，嘛无互我顾的人，无啊！我是你互叫什么名？希望咱去听无，嘛无互我顾的人咧。